醫學唔係萬能，總會有醫生都根治唔到嘅病症。呢種情況之下，病人唔係獨自面對。舒緩治療目的係改善嚴重疾病患者嘅生活質素，不論病情係咪末期，都可以受惠。未聽過舒緩治療嘅人咧，好似我咁啊，其實唔知佢係咩嚟㗎。聽過舒緩治療嘅人啦，可能以為係末期病人先至會接受嘅呢種治療啊。咁所以我哋今集嘅話題係舒緩治療，舒痛寧心。介紹翻今集嘅兩位嘉賓先啊，包括有老人科專科、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榮譽臨床教授盧思傑醫生，同埋註冊運動營養學家歐善儀 Cindy 嘅。歡迎晒兩位，各位觀眾，如果有任何健康問題想關注嘅話咧，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啦、開 TV 健康關注組專頁，又或者 WhatsApp 嗰度留言俾我哋嘅。盧醫生啊，乜嘢叫舒緩治療咧？我真係第一次聽喎。舒緩治療顧名思義咧，就係舒緩一啲嘅症狀。咁其實世界衛生組織喺1990年嗰陣時咧，已經將呢個舒緩治療咧確認咗係一個專科。佢個定義咧係幫一啲嚴重或者一啲晚期病患嘅病人咧，提供一個舒緩嘅治療。咁其實可以同佢本身嘅一啲嘅疾病嘅傳統嘅醫治咧係相輔相成。咁呢個值得要向大家介紹少少嘅咧，就呢個舒緩治療喺嗰啲文件上、研究上，真係可以除咗病人嘅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咧，病人嘅生命嘅長度都可以延長。咁我又想知道，其實呢一個治療係咪一定係末期嘅病人先至可以得到呢個治療？咁啊，絕對唔係。哦，頭先就提到啦，甚至乎喺一開始有一個診斷咗有呢個嚴重病患嘅時候咧，就其實如果有需要舒緩嘅話咧，就要諗嘅啦。例如有個真實個案，有個30零歲嘅女士感覺到乳房有一個啲硬塊，咁中間又要等，又要治療，等組織檢查，中間嗰段期間咧等緊唔知咩事，中間嗰個嘅擔心啊、未知之數啊，其實都係可以融入一個身心社靈一個舒緩一個專科嘅治療啦。劉醫生，而家唔少人即係一聽到舒緩治療咧，就覺得係放棄治療啦，即係病人同病人嘅家屬都會覺得真係好難接受啊。其實呢個你覺得係一個誤解啊？係啊，絕對係。亦都好多謝呢個節目，可以幫大家推介出去，等大家唔好有呢一個嘅誤解。咁坊間都學界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定義嘅，譬如而家多咗又講話支援性及舒緩性治療啦。咁啊，令到大家都覺得舒緩就唔係一定一個負面，其實調翻轉應該講，舒緩應該有舒緩咧係一個希望。頭先講到你個生命嘅有嚴重病患嘅時候，個生命嘅長度、生活質素兩都可以一齊提升喎。咁其實真係值得係多啲去轉介推介。嗱，盧醫生，其實嗰個香港個舒緩治療咧，嗰個流程係點？可以介紹一下嘛？哦，其實有需要嘅咧，喺公營或者私營都可以請醫生去做一個轉介。喺隨時可以揾一個專科叫佢轉介，或者直接去揾一個輸療科嘅專科醫生有經驗嘅，可以去接手，去同本身一個治療緊嘅團隊一齊去合作。係。咁啊，問下 Cindy 啦，即係對唔同時期嘅舒緩治療病人嚟講咧，即係飲食上有冇啲咩注意咧？其實舒緩治療嘅飲食啦，我哋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要減少患者嘅負擔，同埋要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咁亦都同一時間咧，其實都要協助佢哋睇下會唔會身體有啲痛症啊，或者其他啲不適嘅狀況要去舒緩啊咁，亦都要照顧埋佢哋嘅心理、心靈同埋社交問題。盧醫生啊，即係末期嘅病人咧，即係佢各樣身體唔舒服啦，心靈上邊啊各樣嘢都會即係好多影響。你接觸過嘅病人咧，你自己本身咧最大嘅挑戰係咩？我覺得最大嘅挑戰咧，可能係有陣時病者佢自己收埋心度，唔想講。
咁佢通常最常見嘅咧，譬如有陣時病者都未必同家屬講嘅，佢有陣時係擔心會負累咗啲家屬。係，不過我哋喺睇尤其是老人家，好多其實佢自己都係最擔心嘅，種菜可以大部分80%、90%以上都可以控制得佢一個滿意嘅程度。係佢有陣時幾樣嘢，佢自己嘅對自己嘅感覺上嘅尊嚴啊，同埋佢自己嘅自主嘅意願受唔受到尊重。咁呢個亦都係支援治療都好關心嘅一個嘅課題。咁我哋都有一啲研究，我哋中文大學同一啲加拿大或國際大學一齊研究，係有啲生活質素嘅問卷，可以通過啲問卷亦都可以了解到病人同埋家屬嘅生活質素問卷都有，可以知道佢哋着緊嘅乜嘢，係英文嘅所謂叫 What matters most to the patient，即係病人最着緊啲乜嘢，家屬最着緊啲乜嘢，咁啊知道佢着緊嗰方面，就從而一個團隊式，亦都個人化去幫佢見招拆招，摸住石頭過河咯。由醫生嚟咁，醫生咧會點樣咧配合其他專業嘅團隊咧，幫助接受舒緩治療嘅病人去渡過難關咧？咁就除咗本身醫生都有好多唔同嘅專科啦，亦都會同一啲嘅護士嘅團隊啊，同埋一啲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社工啊、心理學家啊、義工啊、院牧部啊、靈性啊嘅員工哋一齊去就住個病人嘅需要而選擇邊一個服務佢需要嗰刻去接受。咁好多有啲人誤解就話：哎呀，我唔想全部10幾個人輪流嚟敲我門同我傾偈㗎咁樣。但係我哋會嗰刻睇下佢需要啲乜嘢咯。咁試過有啲真係佢係頭先提到身心社靈，係靈性上嘅，係宗教上或者唔一定宗教嘅，對生命嘅意義咁樣，我哋就揾啲院牧部啊，或者啲心理學家去傾。有啲可能係關及家屬佢自己一啲嘅社會上嘅一啲嘅支援啊。咁我哋有陣時咪譬如好簡單，佢自己都有份工，佢自己都有湊細路，佢自己要處理另外一個嘅老人家，咁啊點樣揾啲社工去幫佢哋？咁我哋醫生就會睇住一個跨團隊呢個個人化嘅服務去提供嗰一刻個病人嘅需要。嗱，舒緩治療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問題，我哋想問，我轉頭翻嚟繼續傾。